出画面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我想对大家人来讲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。这可能是咱对古早有经验以来头一摆，咱无法度来到伫教会中间敬拜上帝。所以，敢若会当透过网络的方式，踮伫厝内底，也是踮伫任何一个无共款的所在，咱用线顶直播的方式，咱踮伫遮敬拜。所以有几项事牧师可能要邀请恁。头一个是，如果你若知影，咱有兄弟姊妹无法度摕到这个直播的连结，嘛，请你会当踮伫每一个群组内底分享福音，互因会当参加咱教会的敬拜。过来第二个部分是，虽然咱踮伫厝内底，踮伫线顶，但是咱犹原爱照咱做礼拜的模样。所以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就是，你袂是倒咧，也是伫边仔咧开讲，甚至咧食物件。咱犹原是用敬虔的心，咱当敬拜上帝。所以，若是咱的词汇、吟圣诗，咱就照以往的例，咱吟圣诗，然后咱徛起来吟，咱就徛起来吟。起用的时阵，咱嘛照起用的方式来进行。有几项事嘛，咱会当踮伫厝内底，带咱厝内底的人，咱三甲来看直播。通过这个方式。虽然咱踮伫无共款的所在，咱的心犹原咧朝见上帝。愿上帝成做咱的帮衬，伫这段真正困难的过程中间，犹原赏赐咱有稳定，赏赐咱有平安，陪伴咱的心，咱准备来朝见上帝。所以牧师要邀请咱会当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引带阮。互阮透过一个甲过去无共款的方式，阮当踮伫遮敬拜。虽然踮伫疫情变化的时，阮逐人的心有惊吓，总是阮确信上帝你赏赐阮的信心已经赢过这个世界。你也引带阮，互阮踮伫主日的清早，阮会当有安静的心，当来到伫你的面前。愿主上帝，你赐平安踮伫阮，也愿你的圣神感动阮，通过今早起的礼拜甲服侍，阮当得到祝福，也祝福整个的台湾。阮当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好，咱还阁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咱会对9点开始直播，所以咱会当开始分享互咱的亲人，分享互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。若是你用 YouTube， 牧师有几项事会当邀请你，你会当伫下骹遐，咱会当试一个订阅，分享这个链接，以及边仔阁有一个铃铛，你会当试迄个铃铛。安尼你试落了后，教会以后有直播的消息会随通知你。若是你使用 Facebook， 咱教会的粉丝专页。嘛，请你会当未试赞的人会当试一个赞，嘛会当用分享的方式，互无共款所在的兄弟姊妹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共同来起造咱的教会，共同来面对现在咱所拄着一切难关。好，连伊阁有几分钟，请咱伫咱的思琴帮赞中间，安静咱的心，陪伴心来敬拜上帝。
耶和华啊，你一切所做的要感谢你，你生的百姓也要学乐你。这个天啊，应该出欢喜的声；地啊，应该快乐。众山应该出声唱歌，因为耶和华有安慰伊的百姓，也要怜悯伊遐个困苦的。三甲来吟圣诗317首，上帝管理天地甲海。请咱做伙吟第1节、第2节、第5节甲第6节，请咱起立做伙来吟。由阮徛地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必列岛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。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请坐。三甲用上帝话来启应。启应文第28篇，诗篇118篇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。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。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。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。上主就应答我，解救我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人袂当甲我安爽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只有正直的人袂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
去除师父去杀的迹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依照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意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该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幸福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上主是上帝，伊互咱公平。着举手机参加庆典，尤其来到祭坛的四角头遐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神。伊的慈爱带到永远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至圣的主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通过耶稣基督的国话，带互阮新的愿望，也带互这个世界大大的喜乐。亲爱的上帝，我要学了你奇妙的作为，你用你的大权能创造美丽的世界，也通过耶稣基督，互阮更加明白你的旨意甲计划，经历你真实的疼。总是阮常常因着软弱、犯罪缘故，甲上帝、甲人、甲所有的受造物之间的关系来隔离、受破坏。恳求你的光光照阮，赦免阮所犯的罪过，互阮搁一摆通来得到你疼的激励，愿意将家己当作活祭献予你。佮委身伫你的旨意中，怜悯的主，武汉肺炎疫情到今也未减轻，每一天有侪侪人受感染，甚至来死亡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医治双手来医治病痛中受苦的人，佮安慰遐因为疫情来失去亲人的心，也恳求你。伫阮面对痛苦的时，会当将你同在的平安赏赐予阮，因为对你来的平安就是快乐。这个平安要除去阮心内一切忧愁甲惊吓，互阮有信心继续勇敢去面对头前的问题甲挑战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三甲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历代志上卷22章19节。当恁着定着恁的心，恁的意思，找耶和华恁的上帝，也着起来去做耶和华上帝的圣所，通将耶和华的约柜甲上帝圣的器具搬入为耶和华的名所要起的殿。愿上帝话赐福听伊的话，佮行伊的话的人。讲道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，就起来起做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特别的时刻，咱用无共款的方式来敬拜上帝。这应该是头一摆，牧师踮伫讲台顶，下骹无啥物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拢踮伫网络顶面，无论你即马透过手机、透过平板，还是透过电视，咱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也可能甚至超越过咱所想象的。伫台湾任何一个角落，拢有兄弟姊妹透过网络的方式，咱踮伫遮三敬拜上帝。虽然是一个困难的时刻，总是检采，这也是上帝真大的恩典。所以要分享进前，请咱搁一摆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的疼，自即管，无论阮踮伫什么所在，阮会当透过网络的方式，阮三踮伫遮敬拜。主，虽然阮无法度来到伫圣殿，总是你知阮逐人的心。因为主你讲，两三个人三组集的时，遐就是教会。
遐就是上帝的肢体。主阮确信，上帝你的疼运行点伫阮中间，愿你成做阮的快乐，成做阮的帮衬，互阮勇敢跑走头前的路程。当这点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我想点伫过去这1年多以来啊，台湾确实成做一个真特别的存在，因为咱活了非常的正常。全世界拢拄着疫情的变化，当全世界拢踮伫疫情的变化，确诊人数一天一天拢是100几个，甚至1000个、几万人，安尼一直咧受到疫情影响的时阵，咱过去1年多以来，其实咱踮伫台湾过了非常的正常。咱会当照时间，咱去上班的上班，去学校就去学校，去照咱所想的，会当去佚佗，会当去看棒球，会当看一比赛，是咱过了真平安。这一切其实是咱已经领受到的恩典。通过过去咱这段时间，公部门以及所有人民共同的努力，咱创造一个真美好的经验。这是当然，这是上帝嘛应允踮伫咱中间，成做咱的帮衬，互咱踮伫不断向前日日咧跑走的时，虽然外面敢若真困难，总是咱悠然感受到上帝的平安甲咱三伫地。总是真无简单的，就是遮尔长期的过程。老实讲，逐个人嘛是会忝。当咱出去外面，咱也开始渐渐会发现，其实喙暗尾一直挂咧嘛，无遐尼简单。所以一直安尼持续落去，人的心真正是真忝。所以当即摆病毒搁一摆咱攻击的时阵，咱开始有真大的冲击，咱的心内底嘛可能有真大的惊吓，甚至到伫今仔日，咱足侪教会兄弟姊妹，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拢无法度去到伫教会中间，干会当透过伫网络方式，咱同敬拜。这是一段困难的时刻。对顶礼拜拜二开始，咱就忽然间才发现，顶礼拜咱伫教会中间庆祝父亲节，咱逐个人真欢喜，会当相庆祝嘛，听青少年团体所创作的诗歌，也是听到主一个囡仔所吟的诗，咱的心得到鼓励，得到真大的感动。无想到讲，敢若过1天2天，本土的疫情就开始搁发生啊！一开始我想，逐个人所想的跟我差不多，应该袂足久吧。无想到讲，伊的变化超过咱所有人的想象。也踮伫遮，所以教会真紧急来召开疫情的反应的会议。但是当迄天，我甲小会员以及团契的会长，咱踮伫教会中间咧开会的时阵，咱就算讲会当有一暗算，有一计划，准备要安怎做。但是可能咱一切拢，若是真正照政府所宣布。只要3级，咱所有一切的防范措施大概拢爱取消，咱就逐个人敢若会当踮伫厝内底那尔。迄时的计划了后，后来一日一日，疫情并无较轻松，疫情嘛愈来愈严重，所以愈来愈侪意见开始对牧师者来，所以我心内底其实嘛感受相当的压力。我讲算笑讲，我心内底嘛是2.9级啊，敢若。伫2.9级，随时就准备讲好，咱即马3级全部拢卖实体的礼拜。到底咧考虑啥物咧？其实照科学的理论，我知传染病影响力非常的大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，其实踮伫教会中间，咱也咧考虑侪真正软弱兄弟姊妹，真正年老的兄弟姊妹，因检测无法度用即款方式。因检测1礼拜，敢若期待这个时间会当来到伫教会中间，所以其实有足侪无共款咧考虑的事，嘛一直踮伫我的心内底咧敲揣，嘛上帝祈祷讲，到底咱应该安怎做？所以一直听候，一直听候，一直听候到昨看到早起行政院长要开紧急的记者会，我就甲办公室的同工讲。
无要紧，只要伊开了记者会，咱就随做决定啊。果然，台北市甲新北市伫昨早起宣布要进入3级的防范，所以咱的教会嘛随时联络，决定讲今仔日咱敢若会当透过网络的方式用直播来做礼拜。所以对昨下晡开始，其实直播的小组用足长的时间踮伫教会中间咧备班，这段时间是对因来讲也真辛苦啊，包括。咱嘛随时联络，原本今仔日是外来的讲师嘛，通知伊讲伊会当免阁过来啊。所以牧师今仔日就由原教义的主题、教义的经文，要用这段圣经节，甲咱三甲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伫咱头拄所读的这段圣经节，历代志上卷22章的经文中间，伊咧讲一项事，伊咧讲啥物咧？伊咧讲大卫。为着所罗门备办一件重要的任务，伊咧备办啥物？伊咧备办要起造耶和华的圣所。上帝并无应允会当踮伫大卫的手完成起造圣殿这项事，但是上帝应允讲，伊会踮伫所罗门的任来完成。所以大卫咧做备办的工作。期待伫所罗门的手真正会当完成起造圣所的使命，所以才会命令以色列所有的领袖讲：恁拢爱来帮赞所罗门，恁爱来帮赞所罗门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一直甲恁同在，赐互恁有平安。啊，大卫嘛对遮的领袖讲：伊上帝过去互我赢过。带伫这所在所有的民族，或者的民族现在拢归服伫恁甲上帝，所以恁就爱专心专意来服侍上帝，开始起造圣殿。这是大卫望以色列所有的领袖来帮赞所罗门。伊知影一件事，起造圣所毋是一个人会当完成的。伊需要整个的信用团体做伙来，做伙牵手同行。当大卫踮伫过去伊已经带领所有的领袖完成征战了后，后一个任务就是起造圣殿。但是要起造圣殿，这也毋是单单靠一个人，因为起造需要足侪物件，需要啥物？需要有材料。需要有人，需要有济计划，需要有开始有想法。无论安怎备办，一定有伊无法度完成的。这项事若毋是上帝的安排，人无法度做啥物。所以咱会当安尼讲，起造圣殿是一条旅程。这条旅程的过程中间，咧考验的是每一个人敢会同心同意，做伙来行这条路站，做伙要头前迄个目标，就是要起造上帝的圣殿。我想这对咱来讲也是一个真大的鼓励，因为踮伫防疫的过程中间，其实咱嘛一直咧学习这件事，咱嘛一直咧学习这件事是咱所有的人，无论是公部门。无论是医疗单位，也是任何一个所在，咱是做伙行伫一个防疫的旅程中间，咱做伙行伫一个征战的道路。伫这个征战的过程中间，咱期待会当行到伫上尾，咱会当赢过这一切。过去这一年外，其实台湾是检测，咱有好也有歹，好的所在是。咱真正享受真平安，会当踮伫遮。但是歹的所在是啥物？老实讲，歹的所在是咱减少足济会当学习新的物件的时刻。咱减少足济，虽然咱一直讲爱做好准备，随时会改变。但是老实讲，咱过了真好，所以我嘛无想讲我一定爱改变。所以咱减少足济会当改变面对未来的机会。上帝互我有几摆的机会，透过网络甲无共款所在的人上课，以及嘛透过网络顶两个月的进程，透过线顶的方式，甲踮伫美国北美的台湾人教会踮伫遐咧活动。
当因咧甲我分享的时阵，因一直会分享讲，因足欣赏台湾的状况，因为逐个人关伫厝内底已经毋知影偌久啊，一定一年足长的时间，逐个人心内底拢足惊吓，毋知过来要安怎，所以透过迄个线顶的方式，因有机会接触踮伫台湾，咱过了真平安的兄弟姊妹的时阵，其实对因是一个鼓励，因为因也期待讲，咱会当行到迄个目标。总是到伫最近，咱确实是拄着新的挑战啊。即马开始有危机，咱嘛毋通袂记哩讲，咱已经领受过稳定。伫咱面对危机的时阵，特别毋那是现在疫情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面对危机的时阵，千万毋通袂记哩讲，咱其实早就已经领受侪稳定，咱会当行到今仔日，这就是稳定。所以当咱咧面对危机的时阵，这几工侪新闻一直踮伫遐咧传播，互咱真紧讲啊，这就是虾米人的毋对，是政府的毋对，还是为虾米要互遐有病毒的人入来，还是一直咧讲遐个华航机师有问题，还是讲迄个创造人甲人连接的迄个人有问题。咱讲足侪人有问题，咱嘛一直互侪假的消息踮伫遐传来传去。咱也准讲，咱逐个人拢是专家，咱拢是所谓的键盘专家，会当比别人较厉害。所以伫这个过程，咱也搁一摆爱重新去反省。确实，人有人的软弱，人敢若看到咱家己的需要。伫整个疫情变化的时，上大的挑战是人性。伫整个疫情变化的时，上大的挑战是人必须爱真实去面对。咱敢若考虑咱家己，咱其实足自私的，敢若看咱家己的需要。咱会失去讲，咱要做伙迈向未来迄个目标到底是啥物？所以起造的工作，毋是干那公部门的责任哦，毋是干那啥物人的责任，迄是所有的人的责任。包括咱今仔日咱踮伫遮咧敬拜上帝，这也是一个起造教会的过程。伫一个起造教会的过程，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特质。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专业，有无共款的成长背景，有无共款的角度，咱拢会当有无共款的意见，但是千万毋通袂记哩，咱是共同行伫一条起造的道路，要迈向一个啥物款的世界，要迈向一个所谓后疫情的世界，然后要踮伫迄个后疫情的世界，继续宣讲福音。所以，这个伫后疫情的世界宣讲福音，是咱每一个人真重要的责任。咱拢需要起造上帝的教会，起造属伫咱所生活这一切的世界。所以，无论咱踮伫台湾，也是现在咱踮伫世界无共款的角度，是伫礼拜堂内面，也是踮伫镜头前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咱拢共款领受这份呼召，咱拢领受的呼召就是爱专心专意服侍上帝，也是恁的上帝。上帝听，从来无离开咱。虽然面对遮尔大的变化，有遮尔济的无方便，但是咱共同会当有的期待是，咱要起造一个会当做伙照顾生命，会当创造美好的信仰团体。会当活出一个真实基督徒的款式，会当活出上帝的听，互咱的世界愈来愈美好。今仔日我想，也是咱侪人生命中间头一摆，咱无伫礼拜堂中间，无见到咱所熟悉的兄弟姊妹，这咱从来毋捌想过。但是今仔日咱见若会当踮伫遮敬拜上帝，我也要甲咱分享。对昨下晡开始，有足侪同工参与伫即个备办的过程。因来到伫教会，对下晡就开始来到伫教会，放迄个卡梅拉，准备声音的部分，咧刷礼拜堂内底一切布置，整理音响要安怎声音会当出来，礼拜的程序要安怎调整。
咱无法度真正做了真完美，甚至到伫主日学拢真紧，共一个时间主日学有另外一个线顶的教材。逐个人真认真踮伫遮三起做，咱无一定真完美，但是咱拢一直向前咧行，不断向前行的时阵，咱也踮伫疫情的变化中间咧学习一件事，每一项事拢有上帝的奥秘。所以今仔日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拢咧适应，咱也拢咧转变，咱也拢咧学习去领受上帝伫整个疫情的过程中间，到底伊有啥物款的奥秘？都伫咱互世界一切声音不断拍断，互济疫情的扩散来致到咱的心真扰乱，有济惊吓无法度宁静的时，礼拜，互咱搁一摆安静咱的心，互咱会当好好啊安静踮伫遮，将一切会扰乱咱的信息，一切假的消息，全部拢关起来。全部拢等伫后面，咱听候一件事，听候大雨过了，一定会有日头搁出来的时刻。咱做伙咧迈向起做的时，那亲像以赛亚书，济人背就知影的，就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通过一个圣经学者 Brueggemann， 伊安尼讲，病毒可能是另外一个可能性，会当好掉咱每一个人的信心。伫病毒下面，咱的信心会重新有新的好调。咱的生活受到影响，咱的心内底有济惊吓，但是主耶稣基督所赐予咱的信心，已经赢过这个世界，要互咱得到身心灵的健康。所以伫安静的过程中间，咱也会当不断通过祈祷来祈求，为着每一个即几工遮尔侪人，一直看到确诊的人数咧上升，为着遮尔侪人，咱献上祈祷；为着足侪踮伫病厅中间也致到伫动静的人，咱为着因来祈祷；为着济心内底惊吓的人祈祷，包括你甲我；为着所有公部门的官员来祈祷。当你伫电视顶面也看到因遐尔啊辛苦，大家人压力拢非常的大，也为每一个踮伫疫情中间受到损失、受到伤害的人祈祷。有济人因为疫情的变化，所以致到经济出问题。当然，咱也为着咱家己祈祷，因为踮伫即条起造的路程中间，无一个人会当讲我甲这无关系。咱拢咧敲找上帝奥秘，所以最后我要邀请咱来看一首诗。这首诗是真出名古约的学者 Walter Brueggemann 伊所写的。伊安怎写咧？伊讲创造的上帝啊，你将分别善恶的财物交托予咱，阮活伫这个世界中间，你用阮管。会当得到其中的财物，而且这个财物，互咱会当得到济。但是这得到济是安怎？照着控制，照着生产力，照着解释联系因果的关系，阮得到济。阮真少感受到冲击，但是现在毋是安尼，因为你稳重起来，你也照安尼咧护掉阮。也是阮真难堪，阮会当瞥见你迄个互人敬畏稳默的灵在，阮发觉家己所确信的也受到颠覆，所以阮学习踮伫你神性的边缘停落来，去重新发现原来你真深真奥秘的灵在是啥物？是真特别的混合啥物咧？混合怜悯甲审判，宽容甲责任，赦免甲过去刻板的现实。10000年久，阮会当踮伫你的奥秘的边
边缘伫遐咧休困，但是敢若一点仔尔。然后，阮转到家己应该做的工，追求财目，进行研究、建构、改设、经营管理。但是因为迄个点伫生性感受到生性的奥秘，阮改变啊，阮醒过来，领受呼召，得到透放，也感受到上帝你真奇妙的所在。就点伫你生性的面前，你的生性伫这中间包围着咱每一个人，所以阮会当用安尼你感恩。一切的疫情拢是上帝的奥秘，哪亲像上帝稳重起来，总是咱会点伫每一个咱所想袂到的所在，检测着点伫迄一点仔久。咱感受到神圣的临在。伫未来这段时间，咱毋知会维持偌久，总是当每一摆咱领受上帝的话，当每一摆咱会当为着彼此祝福，敲一通电话，一个讯息，一个鼓励时，检测每一个片刻，拢是上帝的奥秘，互咱做伙行伫起造。教会起造更较美好世界的道路顶面，愿上帝真做咱的帮助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祝愿同齐点伫你的面前，愿是何等的软弱，愿需要你，因为点伫疫情的变化，愿逐个人的心真正惊吓，也受到侪假的消息扰乱，求你帮助阮。互阮会当单单转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互阮单单听上帝你的声，帮助阮，互阮对这段时间检测伫厝内底，甲亲人相交陪时，通过电话相招呼的时，通过祈祷相结连的时，阮感受到上帝你奥秘的临在就点伫阮中间，你的临在赢过一切空间。赢过一切的距离，互阮会当无论点伫虾米所在，拢做伙参与来起造上帝你的圣所。愿你祝福阮，互阮每一个家庭拢成做圣所，互阮伫每一个家庭中间，阮拢不断学习敬畏的功课。愿你帮助阮，互阮得到赢过这世界的信心。伫未来这段时间，阮勇敢跑走，勇敢挺头。阮会当重新搁恢复聚会，会当重新甲身躯边兄弟姊妹结连的时，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三角来吟回应诗，圣诗548首，我是为基督。
疫情的关系，教会暂停聚会，请咱要奉献的兄弟，利用办公室上班的时间，直接来交予干事，也是汇款到教会邮局。汇款的资料，请咱看教会周报，也是打电话到教会来问干事。另外，为着要登记奉献的名册，请奉献的人打电话予用贤干事，也是利用邮局无责存款，注明奉献人的姓名，甲指定奉献的项目。若无注明奉献的名册甲姓名，教会干事会用邮寄感恩奉献来入社，明年度就无法度开捐献证明，请咱兄弟来配合。报告，请牧师来做详细报告。好，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真正伫一个历史以来头一摆的经验，敢若会当用网络的方式，咱做伙敬拜上帝。我想伫这段时间，也请咱好好遵守伫整个政府所要求的，会当莫出门就莫出门。若是真正爱出门，真正喙暗一定爱挂咧。所以咱踮伫厝内底会当做啥物？检测咱会当通过祈祷，也通过敲电话关心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，咱会当继续来得到祝福。嘛，请咱为着教会所着磨每一位同工来祈祷。咱伫直播的过程中间，拢有足侪阁会当调整，阁会当进步的过程。所以嘛，请咱为着咱每一位踮伫这中间着磨的同工，也特别为着办公室的同工，因为阁刷来，我嘛有甲因分享讲，恁有敢有法度踮伫厝内底远距上班？真正必要的时间，才来到伫教会中间，咱尽量减少人甲人中间的接触，期待。伫这段真正辛苦的过程中间，咱会当赶紧过去。特别嘛，邀请咱为着教会中间坐你所在软弱的兄弟姊妹，请咱会当敲一通电话互因，也是踮伫祈祷中间不断纪念。互这段时间，咱虽然离远远，总是咱犹原会当做伙来起造教会，愿上帝祝福临到伫咱。奉献的部分嘛，请咱会当先留咧。听候到会当恢复聚会的时阵，咱才重新转来到伫教会中间奉献。好，以上我做安尼的简单补充报告。咱要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，圣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听读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敬大家三弟弟对答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列岛。
好，咱今仔日台语礼拜的直播就到遮。现在即摆咱会当，因为这影片点伫 YouTube 顶面拢袂消失，所以你会当继续分享，互咱身躯边遐个姊妹囡仔伊头拄9点无法度袂赴的，因会当做伙用伫影片的方式来敬拜上帝。咱连面阁有华语的礼拜，袂共款的时间点伫10:45，所以若是阁有人袂起床的，你会当提醒伊10:45，咱有另外一场华语礼拜的直播。感谢上帝，愿上帝祝福咱。对，我就一时之间，然后我突然间忘记我前。